呢段係2026年5月5日，一名美國乘客喺一艘探險遊輪上面拍低，幾乎令人感到絕望嘅影片。I am currently on board the MV Hondius. We're not just a story. We're not just headlines. We're people. People with families, with lives. 荷蘭遠航探險公司旗下嘅極地遊輪，並唔係嗰種可以容納幾千人、船上有劇院同賭場嘅大型豪華遊輪，而係一艘專門航極地同遠航探險航線嘅探險船。公開資料顯示，佢可以搭載170名乘客，全船一共有80間客艙，船上仲會配備船員、探險僮導同一名隨行醫生。2026年4月1日，佢由阿根廷最南端嘅城市烏斯懷亞出發，展開一段名為大西洋奧德賽嘅南大西洋航程。世衛組織通報顯示，船上當時一共有147名乘客同船員，嚟自23個國家，當中包括88名旅客、59名船員。航線由烏斯懷亞出發，先展開一連串南極探險活動，其後途經南喬治亞島、特里斯坦達富尼亞島、聖克勒拿島、阿森松島，最終原定計劃抵達佛得角。登船嘅旅客入面有一對荷蘭老夫婦，丈夫70歲，太太69歲，兩個人啱啱結束一場長達3個月嘅南美旅行，行程途經阿根廷、智利同烏拉圭。冇人知道兩個人之中至少有一個人體內好大機會已經帶住一種致死率可以去到40%到50%嘅病毒。呢種病毒正正就係目前已知漢坦病毒家族入邊唯一有明確人傳人記錄嘅安第斯病毒。2026年4月1日，郵輪正式出發。4月6日，航行第6日，70歲嘅荷蘭丈夫率先出現發燒、頭痛、輕微腹瀉等症狀。雷德艾斯號雖然配備醫護人員同基本醫療設施，但始終只係探險郵輪，並唔係專業醫療船。船上醫療條件只可以處理一般旅行病症同基本急救，根本無力應對呢種短時間內會引發急性呼吸拱壁同休克嘅重症感染。老人家嘅症狀不斷惡化。4月11日，航行第11日，老人家突然出現嚴重嘅呼吸衰竭，當日宣告死亡。船上醫護初步判定為自然死亡，遺體隨即存放入船上冷藏設備。郵輪並冇停航，仍然按照原定嘅航線向北行駛。其後停靠喺特里斯坦達富尼亞島，呢座島嶼係南大西洋最偏遠嘅人類聚居地之一。距離最近嘅有人居住島嶼聖克勒拿島足足有2400公里，常住人口只有200幾人。根據後續官方披露，4月15號有6名新遊客喺呢度登船加入行程。4月22日至到24日，雷德艾斯號停靠聖克勒拿島。4月24日，第一位死者嘅遺體喺呢度運送落船。同時亦有一批遊客喺呢度結束航程離船。世衛組織通報喺5月2日疫情上報之前，已經有34名乘客同船員提前離船。多間媒體報道指，由聖克勒拿島離船嘅人數係29至30人。離船人群入邊就包括死者69歲嘅太太，當時佢其實已經出現早期感染症狀，之後病情急速惡化。由第一位感染者離世到遺體正式運送落船，中間足足相隔13日。由於死者生前冇做微生物病原檢測，死因初步被定性為自然死亡，真正嘅傳染病危機並冇即時被察覺。呢13日嘅防疫空白期，成為整場疫情失控嘅關鍵轉折點。4月25日，荷蘭老婦人由聖克勒拿島乘坐航班飛往南非，同一班機一共有80幾人，之後全部被納入病毒追蹤同風險排查範圍。4月26日，佢抵達約翰內斯堡之後，病情急劇惡化，喺機場轉機途中突然暈倒，送院搶救途中不幸離世。後續流行病學追蹤發現，曾經同佢同航、短暫接觸過嘅人員入面，只有1名機組人員出現輕微不適並接受檢測，最終結果係陰性。早喺4月24日，另外1名成年男性旅客開始發燒、咳喘，並伴隨明顯肺炎症狀。4月26日，病情全面加重。4月27號，呢名男子由阿森松島被緊急醫療轉運到南非，送入約翰內斯堡當地醫院深切治療部救治。世衛組織冇公開佢嘅國籍，多間媒體核實佢係英國籍遊客。4月28日，仍然留喺雷德艾斯號上面嘅1名德國女性遊客，亦都出現感染發病症狀。5月2號，距離郵輪出發啱啱滿1個月，呢名德國女性遊客喺船上不幸離世。同一日，南非深切治療部入邊嘅危重患者檢測結果出爐，確診漢坦病毒陽性。5月2日，英國依照國際衛生條例，向世衛組織上報呢宗急性呼吸道傳染病聚集性病例。
當中包括2名死亡病例同1名重症確診病例。世衛組織隨即啟動跨國防疫協同機制。5月4號，世衛組織正式發布疫情通報，當時累計出現7宗相關病例，其中2宗經實驗室確診感染漢坦病毒，5宗為疑似病例，已經造成3個人死亡。後續病毒基因測序進一步證實，今次爆發嘅正就係安第斯病毒，亦即係漢坦病毒家族入面唯一被證實存在有限人傳人嘅高風險病毒。至此，疫情徹底浮出水面。而喺疫情被確診識別之前，大批乘客船員早已經由聖赫勒拿島等地方離船，分散前往世界各地。英國、西班牙、法國等多個國家陸續排查出相關密切接觸者同疑似病例。病毒已經隨住人流擴散到多國，大規模跨國流行病學追蹤全面展開。而呢個時候，郵輪上面仍然留有100幾名乘客同船員。5月3日前後，雷德艾斯號航行到佛德角近海，申請靠岸停泊。佛德角係西非海岸外嘅群島國家，總人口不足60萬。5月5號，當地直接拒絕郵輪靠岸，亦正係呢一日，船上美國乘客拍低咗開頭嗰段充滿絕望嘅現場影片。當時船上醫護人員、1名探險艇導亦都相繼出現不適症狀，後續全部確診感染安第斯病毒。呢一艘探險郵輪有限嘅醫療資源根本無力應對呢一種極容易引發急性呼吸衰竭、致死率高達40%到50%，而且冇特效藥嘅烈性病毒。5月6號、7號兩架由佛德角起飛嘅醫療轉運航班，將2名有明顯症狀嘅確診患者、1名疑似病例緊急轉運落船。其中呢名疑似病例後續檢測結果係陰性，排除感染。與此同時，世衛組織同歐洲疾控中心派遣專業醫護專家登船，展開現場公共衛生防疫指導。郵輪其後駛離佛德角海域，駛向加那利群島。西班牙政府最終同意接收呢艘涉及疫情嘅郵輪。根據國際衛生條例同人道主義準則，必須尋找一個具備完善醫療條件嘅港口，完成人員篩查、人員撤離同病患轉運工作。不過，加那利群島地方民眾同當地政府一度出現抵觸情緒，地方官方公開表示擔憂，認為西班牙中央政府通報嘅疫情資訊唔夠詳細，無法保障當地民眾安全。經過多國反覆協商統籌，最終敲定人員撤離方案。雷德艾斯號停靠喺特內里費島格拉納迪利亞港外海，唔靠近常規客運碼頭，只係喺外海拋錨停泊。船上人員先完成全員健康篩查，再分批乘坐小型接駁船登陸上岸，全程由封閉式專用巴士直接送往機場，搭乘各國專屬撤離航班返程。本影片截稿最新消息：2026年5月10號凌晨，雷德艾斯號正式啟動多國聯合跨國撤離行動。西班牙籍嘅乘客率先撤離，送往馬德里軍事醫院進行集中隔離醫學觀察，其餘各國乘客全部由本國專人接回，進行居家隔離同健康監測。船上離世嘅德國女性遊客遺體暫時仍然留喺船上。整船人員撤離，物資補給完成之後，雷德艾斯號將會駛往荷蘭鹿特丹港。目前呢一場漢坦病毒郵輪聚集性疫情暫時告一段落，但係後續全球流行病學排查工作仍然持續進行。好多人都好奇呢艘被困大西洋、牽動多國防疫部門嘅安第斯漢坦病毒到底係乜嘢？一切仲要由70幾年前講起。上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期間，3000幾名參戰士兵集體感染一種怪病，突然發高燒、全身出血、腎臟衰竭。當時呢種病嘅死亡率維持喺5%至15%。醫學界一直查唔出致病根源，只可以將佢命名為朝鮮出血熱。呢個醫學謎團塵封咗15年，直到1978年，韓國病毒學家先喺黑線基鼠體內成功分離出致病病原體。呢個就係最早發現嘅漢坦病毒。好多人誤以為漢坦病毒只係單一種病毒，其實佢係一個龐大嘅病毒家族。呢個家族所有病毒都有一個共同特性，每一類漢坦病毒都對應一種專屬嘅蝦齒類動物宿主。病毒同宿主長期共生共存。漢坦病毒寄宿喺黑線基鼠體內，漢城病毒寄居喺家鼠體內，普馬拉病毒就依附喺歐洲林區螺類動物身上。病毒喺鼠類體內唔會引發任何病症，老鼠就變成天然嘅流動病毒傳染源，長年透過尿液、糞便、唾液將病毒排放到自然環境入邊。病毒同宿主經歷1000年協同進化，互不侵害，和平共存。由病毒結構嚟睇，漢坦病毒外層包住脂質包膜，包膜表面分布住特異性蛋白刺突，可以精準附住並侵入人體細胞，進入細胞內部之後快速大量複製增殖。不過呢種病毒存在致命弱點，
外層脂質包膜穩定性極差，日常消毒液、陽光直射都可以快速將佢滅活。離開鼠類，宿主暴露喺自然環境之後，最長只可以存活1星期左右，就會自然失去活性。唔少人會將佢同鼠疫混淆，兩者雖然都依靠鼠類傳播，但本質上有明顯分別。鼠疫係由細菌引發嘅烈性傳染病，而漢坦病毒就屬於病毒性傳染病。現代醫學將漢坦病毒劃分為2大類，分別引發2種完全唔同嘅病症，致死率差距非常大。第一類係舊大陸漢坦病毒，主要流行於亞洲、歐洲地區，主流分為3種。第一種係經典漢坦病毒，多發於亞洲同俄羅斯遠東地區，致病性最強，致死率5%至15%。第二種係漢城病毒，宿主係居家家鼠，伴隨人類商貿流通，遍佈全球6大洲，傳播範圍最廣，但係致死率偏低，只有大約1%。第三種係普馬拉病毒，宿主係歐美林區小型拉齒動物，致死率不足1%。喺呢個類別入面，毒性最弱嘅病毒。呢類病毒侵入人體之後，主要攻擊人體腎臟，引發腎綜合指出血熱。全球每年約有10萬宗感染病例。典型發病流程係突然發高燒、劇烈頭痛、腰腹劇痛，繼而出現低血壓休克。病毒大肆破壞人體血管內壁，導致血管通透性急升，血漿大量外滲並引發低血壓。病情進入危重期之後，腎臟血管嚴重受損，腎功能快速衰竭，全身皮膚出現針尖狀出血點。患者及時接受救治，捱過危重階段之後，身體先會逐步進入恢復期。成個病程長達2至3星期，徹底休養康復更加需要幾個月時間。第二類係新大陸漢坦病毒，集中爆發於南北美洲。呢類病毒毒性極強，致死率普遍達到30%至50%。入侵人體之後，主攻人體肺部，引發漢坦病毒肺綜合子。呢種病發病非常具迷惑性。前期3至5日，症狀同普通感冒幾乎冇分別，全身酸痛、頭痛、滑心、低燒、乏力，好容易被普通人忽視，因而耽誤救治。一旦病情急速進展，病毒會瘋狂攻擊肺部毛細血管內壁細胞，徹底破壞血管屏障，大量體液滲入肺泡同肺間質，肺部快速積液水腫，患者呼吸困難，血氧持續急跌，口唇同指甲發紫缺氧，由輕微咳嗽發展到必須插喉，使用呼吸機急救。有時只得短短幾個鐘嘅救治窗口期，一旦誘發心源性休克，心肺功能徹底衰竭，死亡率就會大幅飆升。呢個亦都係今次郵輪事件入邊感染者短時間內突然離世嘅核心原因。患者即使僥倖自愈，肺部功能恢復週期都非常漫長，同樣需要長期休養調理。兩類病症攻擊嘅器官唔同，但係致病機理完全一致，都係大肆破壞人體全身血管內皮細胞。可以將人體血管比喻成密閉嘅輸水管道，血管內壁光滑嘅內皮細胞就係防護屏障。漢坦病毒侵入細胞之後瘋狂增殖，直接摧毀血管內壁屏障。人體免疫系統啟動防禦反擊，釋放大量免疫因子圍剿病毒，但過激嘅免疫反應會連帶損傷正常血管組織，最終造成全身血管大面積滲漏出血，血漿湧入人體組織間隙，血壓驟降，全身臟器供血不足，最終引發多器官衰竭。漢坦病毒感染潛伏期為1至8星期，絕大多數感染者潛伏期集中喺2至4星期。感染者早喺幾星期前吸入帶有病毒嘅氣溶膠塵埃而完成感染，潛伏期內完全冇任何不適，正常生活同出行，所以好難提前察覺。幾十年以來，全球醫學界一直認定漢坦病毒只可以實現鼠傳人，並唔存在人傳人傳播途徑。呢條定論喺上世紀90年代被徹底推翻。1993年5月，美國西南4國交界地區，一對年輕情侶接連突然出現呼吸衰竭離世。美國疾控中心緊急介入溯源，喺當地野生綠鼠體內分離出全新毒株。今次疫情最終確診48人感染，27人離世，致死率高達56%。後續溯源發現，當年異常氣候導致當地鼠類數量暴升10倍，大幅增加人鼠接觸感染概率。不過今次疫情仍然未能夠證實存在人傳人現象。1995年，阿根廷科研人員喺安第斯山區分離出全新毒株，正式命名為安第斯漢坦病毒，專屬宿主係巴塔哥尼亞地區特有嘅小型厄齒動物，主要活動範圍集中喺阿根廷、智利南部地區。1996年，阿根廷巴塔哥尼亞小鎮首次證實漢坦病毒家族正式出現人傳人傳播案例。直到今日，安第斯病毒仍然係全球唯一具備明確有限人傳人實證嘅漢坦病毒。醫學界至今仍然未完全破解安第斯病毒點樣突破物種屏障，實現人際傳播嘅核心原理。
目前明確已知嘅傳播條件係只可以透過密切近距離接觸完成傳播，例如同室共處、面對面近距離交談。而且感染者發病初期高燒階段，體內病毒量達到高峰，係人際傳染最高風險嘅時段。2018年，阿根廷山區村落爆發嘅聚集性疫情，成為流行病學經典研究案例。一名68歲村民感染之後冇及時察覺，帶病參加親友生日聚會，短短90分鐘內直接傳染5名在場人士。近距離坐喺附近嘅人感染概率極高。後續幾星期內，3名確診感染者又喺葬禮、社交聚會之中持續造成2次傳播，成為超級傳播者。3人引發嘅感染病例佔成場疫情2/3，最終全村累計34人確診，11人不幸離世。當地緊急下達全員居家隔離30日禁令，先至徹底穩住疫情形勢。安第斯病毒核心流行疫區正正係阿根廷智利南部嘅巴塔哥尼亞地帶，而今次郵輪事件入邊嘅荷蘭老夫婦，啱啱之前就喺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完成3個月長途旅行，2個人仲係鳥類愛好者，甚至曾經前往野外垃圾場觀鳥。垃圾場鼠類橫行，正正係病毒滋生同聚集嘅高風險場所。目前防疫調查團隊主流推測嘅溯源方向係2名老人家好大機會喺登船之前，於南美疫區野外活動過程中吸入被鼠類排泄物污染嘅粉塵氣溶膠，意外感染安第斯病毒，並唔係喺郵輪上感染。不過呢個推測只係調查方向，尚未取得確切證據。正正係呢場難以察覺嘅野外隱性感染，最終引爆成艘探險郵輪嘅跨國疫情危機。老夫婦2人本來想乘坐極地探險郵輪，為3個月南美旅行畫上一個圓滿句號，萬萬估唔到旅程終點竟然變成一場致命災難。所有人最關心嘅核心問題係安第斯病毒引發嘅肺綜合子致死率一直居高不下，區間穩定喺30%至50%。目前全球範圍內暫時冇獲批上市嘅專用特效疫苗，臨床救治只可以依靠呼吸支持、體液調控等對症保守治療。內地、韓國現有嘅出血熱疫苗只針對亞歐大陸流行嘅舊大陸漢坦病毒，對美洲流行嘅安第斯病毒完全冇防護效果。安第斯病毒相關疫苗目前只係處於早期臨床實驗階段，距離臨床試驗驗證防護效力、正式審批上市，仲有一段好漫長嘅時間。除咗研發技術難題之外，呢種病毒長年感染人數稀少，市場商業價值低，難以吸引大型藥企投入巨額資金研發，所以進展非常緩慢。今次大規模郵輪聚集疫情爆發之後，或者會加快高風險漢坦病毒疫苗嘅研發進度。世衛組織針對今次跨國疫情作出風險評估，全球大範圍傳播風險等級較低，但涉及疫情郵輪上滯留人員嘅感染風險為中等。低風險絕對唔代表可以放鬆日常防範，日常居家、戶外出行仍然需要警惕傳統鼠傳類漢坦病毒。好多人覺得烈性病毒離自己好遙遠，其實最貼近普通人嘅感染場景就係長期空置嘅老舊房屋、雜物堆積嘅儲物房、郊外廢棄野外小屋。只要存在鼠類活動痕跡，就存在潛在感染隱患。日常實用防護方法： 1. 居家發現鼠患要及時清理同消殺，清理鼠屍、鼠窩一定要做好全套防護。 2. 進入長期空置有鼠積嘅密閉房間，先開窗徹底通風半個鐘頭以上，人要暫時離開現場，嚴禁直接乾掃揚塵，避免揚起帶病毒粉塵。 3. 清理鼠類活動區域要提前用消毒液全面噴灑，浸濕地面同牆面，靜置消殺之後，戴好口罩、手套，使用濕布、濕拖方式清潔。 4. 戶外行山露營要避開廢棄荒屋、鼠積密集區域，唔好隨便進入偏僻密閉嘅野外小屋。真心祝願睇到呢條影片嘅每一位觀眾、家人、親友都可以平安健康，亦都期盼今次雷德艾斯號郵輪漢坦病毒疫情可以徹底平息，唔再出現新增感染病例。